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讲若是甲美国、以色列断交就会当过。川普放调，若是切断石油，攻击会加20倍。有台湾人调伫咧中东，中国说讲是因协助者的台胞转来的，陆委会表示这是中国咧武力地作战。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美军表示讲，目前已经毁掉超过5000个目标，消灭伊朗8成的飞弹系统。川普表示讲，这行动会比预期的更较紧结束。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It's all been blown up. We could call it a tremendous success right now. Apparatus built on several pillars. The Revolutionary Guard. 针对川普讲，这场战争差不多要收煞，伊朗的革命卫队是随跳出来发出声明，强调因才是决定战争当时结束的人，就算是搁拍6个月，嘛是无问题。好，这伊朗甲美国安尼互相咧呛声，这战争唔知影到底搁会拍偌久。不过全球的能源供应敢有在调等咧？大家拢知影，这荷姆兹海峡是运送石油的重要通道。不过自从中东爆发战争了后，这个海峡的交通是差不多拢断电啊。即马是搁传出伊朗迄边拍算要甲这通过海峡的油船来扣关税。而且搁放调讲，若是甲美国、以色列断交，安尼就会互这个国家来通过海峡。针对这个讲法，美国总统川普是表示讲，伊朗若是敢切断石油，安尼美军就会以20倍武力来回应。因为法国总统马克宏这边是派出航空母舰去部署，徛伫咧防卫立场，打算伫咧荷姆兹海峡重新开放了后，要来保护油船通过。法国总统马克宏找到一个直升机降落停伫地中海克里特岛海峡的蒂戈洛号航空母舰，宣布为了确保法国人甲基地，也甲规个地区民友的安全，包括蒂戈洛号在内，调派8架护卫舰、2架两栖直升机航母进驻东地中海甲红海。伊特别强调，这是一项为了航海自由的防御性支援任务，目的是若冲突结束，为着这个卡伫波湾外海3000多架货轮油轮提供保护，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We are not a part of this offensive. Our objective is to protect our nationals, and we're putting ourselves in a position to defend them for the next few weeks and months if necessary. 美国、伊朗开始修正，欧盟伫东地中海成员国塞浦路斯已经3解去黎巴嫩真主党，也有伊朗革命卫队的无人机攻击。欧盟国家对无故气候变化影响，拢紧张对台。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希腊、法国，也有伫岛上有些军事基地的英国，拢动员海军军舰去当地。马克宏、希腊总理米佐塔斯基迄天做伙去帕霍斯，甲塞国总统克里斯托多里迪斯召开紧急会议，会后表明攻击塞浦路斯就等于攻击欧洲的立场。Η Ελλάδα, η Γαλλία, η Ισπανία και η Ιταλία αποδεικνύουν με αποφασιστικότητα τι σημαίνει στην πράξη ευρωπαϊκή αλληλεγγύη. 另外一方面，伫中东地区有115000多个侨民的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切实宣布，要伫波斯湾部署一台远程军事侦察机，佮应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要求，提供先进的中程空对空飞弹予阿联。艾班尼斯佮讲，澳洲毋是主角，所做一切拢是为了保护公民，协助阿联。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针对国际油价危机，7大工业国和国际能源总署协商，讲若是真正无油，就会把这战备石油的库存先摕出来用。另外，咱国内加速碳的介绍，中油迄边是暂时无要起，不过因为中南部是用大数的民间企业无法度经济，已经有起价啊。受中东战争冲击，国际油价车价或起到每桶超过100块。7大工业国集团及7份财政部长甲国际能源总署紧急开会联合参详表示，已经看到能源起价压迫，若面临供应长期随时准备释放库存。die französische Erklärung gesehen, dass wir uns jetzt auch die Option offen halten, auf die nationalen Ölreserven dann zurückzugreifen. Das ist jetzt noch nicht der richtige Zeitpunkt, aber wir sind da offen, auch als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as in einem koordinierten Verfahren zum richtigen Zeitpunkt dann zu tun. 面对能源起价甲供应问题，各国积极相对策进行。经济部长景明显表示，天然气被起价目前是稳定不价为主。
调度的对象大部分都是主要是澳洲了，那澳洲跟我们关系也很好。那美国还有美国，额外增加的部分，我们是额外跟他们做调度。伊表示，风偏和调度因避开中东政府影响，伫汤庄加速中游未起。不过，中南部部分加速由来自大诉求的民营企业无法度强制卖起价，经济部会尽量协调。个月就起0.6，啊，进前就一定起两届去啊，大数迄边起的啊。汤庄加速一起小吃店，每个月成本增加100块，买物件佫变起价。像你一个月下来这样多支出多少成本？成本的话大概都是500-600这样子。那个一桶如果跳700多块，那个瓦斯到底要怎么用？而且我们又不能不用，要煮东西，瓦斯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啊。中东战争有来影响能源计价，各国股市也动荡。伫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伊朗战争可能就要结束，车站阿股乌平衡，韩股收盘起超过5%，日股甲台股虽然起受较少，暗过一万起超过2%，台股收伫32771点，起661点。最近的行情这种波动，原则上还是属于一个事件型的一个驱动的一个行情啊。这个事件当然就是大家都是知道，就是这个中东战事的一个变化，大涨大跌来讲的话，我想会是最近的一个常态了。专家分析选区爱国观察，伊朗是不是亲像美国所讲的战争会赶紧结束？短期来，美伊战争冲突有可能撼动最近的大股走势。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线飞行机票已经12年拢无起价啊！受到油价和人事成本压悬的影响，华信和日营航空拢提出要起价的要求。民航局表示讲，目前也咧评估，若是有需要调整，会阁开会讨论。来松山机场国内线航空大楼，平常时离峰时段拢是飞离岛的航班，国内线票价已经12年无起，对各项成本一直起。国际航空业者华信甲日营航空已经向民航局表态，希望调整票价。油也涨，然后薪资也涨嘛，这时机就谅解一下吧。那你看，如果我们还没有更多吸引游客的，如果说你一直涨价的话，当然啦、如果是你的话，你是不是也是会考虑？即马国内线票价机制是由民航局照航空公司提报成本项目，计算各航线票价的上悬甲上低，由业者伫即个中间家己定出票价。以两大业者拢飞台北、金门航线做例，官网单程定价拢差不多2450。目前两大航空公司除了离岛航线以外，还有台北往花莲、台北往台东、台中到高雄，也有往花莲的本土航线。因为个人乘客占比愈来愈济，业者讲这价率爱达到90%以上才袂了。做多少人才打平啊？那国内线啊要2%，所以我们也期待着票价要适度的调整。根据了解，成本增加上济的两个项目是有了解人数。民航局证实，这2-3年一直受到两大航空提出经营成本提高的问题，目前已经启动相关的机制，当地综合评估的阶段，会先收集航空公司成本项目甲经营状况。一个票价里面其实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哈，所以这整个相关的一些参数等等，我们会进行一个评估。评估之后，如果真的进到所谓的调整票价，那就是局里还要再开一个票价审议委员会。民航局讲，虽然油价成本起价，甲疫情了后机组员人数成本增加，不过国内线爱兼顾离岛居民的需求，考虑全面较快，当地评估的阶段也无具体时间表。记者采访报道。中东情势紧张，台湾的代表处是继续协助民众返来台湾。今仔日就有100位台湾旅客顺利为杜拜返来。不过中国是阁趁这个机会咧食咱豆腐，讲已经协助74个调伫咧中东的台胞。根据了解，那像是当地就由去向中国大使馆求助，才会安排这有台胞证的人去上海转机。记录卡塔加罗病情一切正常。不过，伊朗、以色列爆发战争以来，中东真侪国家受影响。不过，住伫卡塔的台湾人王哲讲，最近空气警报的频率开始下降，民众也恢复正常生活。伊计划过2天就要离开，也烦恼是不是能顺利坐到航班。目前的民航是不会飞，他们目前飞都是 relief flights， 就是那些滞留的旅客，然后他们要先把他们疏散走，这样子。中东情势有完全紧张，咱国主处也继续支援国人返来。70有差不多100个台湾旅客为杜拜返来，行政院秘书长郑春涵特别去关心。到昨天已经有累积了1592名国人返抵国门，
那预计今天会超过1600名。以色列还有卡达也开始呢有限度的开放空域。那考量中东情势瞬息万变，外交部呢持续研议所有可以维护我国旅外国人安全的做法。外交部统计到7月为止，中东地区有过79位台湾人车自处协助回国，会采取适当方式安排就地制上客航班，或者是进行陆路到空域开放的邻国际飞机。不过，中国官方媒体用时这时阵所报道，中国大使馆帮助74个滞留中东同胞引起议论。很感谢，很感谢，很感谢我们的祖国。只是我们回来在上海出关的时候，一下飞机。走到一出来就一堆记者、一堆摄影机啊什么的，全部都来了，围在那边啊，一直在问，一直在问。根据了解，因是犹太旅游托尼集团的旅客，飞艇原本要为阿布达比转机，因为班机被取消，伫伊斯坦堡滞留5天，就由转技术向中国驻托尼基大使馆求助。中国安排有带保证的人到上海转机转来，不过陆委会提醒，大家唔通落入中国人提前的陷阱。中共都会利用这种天灾人祸的事情去散播一些我政府救灾不力啦，没有能力撤侨啦，协助我们的游客在撤离战火区的这个部分来讲，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目前成效也都还不错。外交部澄清，这旅行团不是滞留中东政府，而且伊斯坦堡空袭也无关，有真侪替代方案，建议旅行社甲个人有需要协助，应该甲咱驻外馆处来联络，驻外人员会第一时间全力来协助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去日本看世界棒球经典赛，却引起中国丢卡顿地，连国民党立委王宏维嘛跳出来质疑杜英泰涉嫌贪污。今仔日杜英泰就甲伊所有收据拢早去立法院备询，强调讲所有费用拢是伊家己出的。委员昨天说我贪渎100万，我希望你今天有一个澄清的说法。我还没开始问你啊，你在反质询什么啊？你在心虚什么？你拿得出证据吗？立刻拿出证据啊！拿出来你怎么办？早拄上即顺台双方会话味道正重，行政院长杜英泰不满自费包机看球赛，互那赢指控公器私用，甚至贪渎，要求立委王宏维讲个清楚。连主持议事的韩国瑜都斗讲话。韩院长，你可以忍受一个人说你贪渎100万吗？昨天早上跟你报告，我被叫韩国输我都没生气。好，请你稍微。韩国输大家都很高兴啊。杜英泰伫议场摕纸袋啊出来，表示所有收据拢伫内底有证据，不过到底开偌济钱无公布，敢若讲符合一般的行情。我不想让立法院的委员们来对行政院挑这个毛病，所以我完全自费。看到今天事后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请求这个松子部是对的，因为我只要经过松山机场，我只要新闻被泼出来，我可能成型都有问题。你有责任对外界来解释外界的质疑，对不对？有对，只有中国共产党跟你们在生气。对于杜英泰临时去东京，中国表达不满，批评日本伫棒棒干涉台湾问题。咱外交部回应，台日伫各领域拢维持密切友好关系，未来还会加强合作。日本高市首相长期支持台湾，内阁整体也非常的友台，稳健推进台日关系已经是日本政府基本的立场以及社会共识。国民党中央质疑目前台日中三方的开核情势，台湾对日本的处理爱更较细致，避免造成外交困扰。外交部无说明安排细节，敢若声明台日共属自由民主阵营国家，也是维持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良性力量。记者采访报道。明仔载日本3.11地震就满15年，苏当时引发福岛核灾是致使真济灾民爱选去别位来避难。到当时也有2万多人有路无厝，无法度回去家己的故乡，因为因的厝就伫咧辐射超标的区域。准州政府是一直拢有咧做复原甲重建的工课，不过也是有1400多万立方公尺的核污染土，要等到2045年才会当全部清掉。加上这核电废炉内底碎片，要算上紧，嘛要等到2051年才会处理好势。而且政府嘛无公告讲实际上会安怎来进行。这种原因是，互超过1半的福岛居民拢已经无任何期待。
根据当地民调显示，有74.4%的人是认为讲，民众已经把这场地动佮有相关的灾害拢放袂记哩啊。针对这灾后重建的进度，是敢若剩8.5%的人认为讲，这居民返去故乡是有进展的。即阵嘛，日本有一只叫做胖雀的高山仔伫咧全球抢红，毋过其实伫咧日本有真侪农民煞因为高山仔农损有到几亿亿，所以当年嘛有2万多只狗去互人扑杀。要安怎伫野生动物甲人类之间找到和平共存的方法，引起讨论。日本的狗仔囝胖饲行到倒，拢拖即个红毛猩猩的布红仔，因为互狗妈妈弃养，真细只的胖饲甲布红仔担条条求安慰的模样，佫古锥佫可怜，甲真侪网友的心拢牵条条，互伊伫全球拢真称。但到一杯日本农民袂感觉这狗古锥，等到看到就讨厌，因为会危害因的农作物。バンチ君がとても可愛くて日本猿を愛していただくのはすごくありがた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ただ日本の中ではいろんな猿による農作業の被害などがありまして、いろんな猿が捕獲されて殺されたりは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あります。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统计，野生狗2024年造成的农损是高达日票7.7亿，超过15亿的大票。为了机会，日本当年是扑杀2万多只狗，只是这狗妈妈和狗仔囝受困在限制内面，真虚弱得要死的形，让人看了真心酸。而且学者嘛认为讲，敢若是扑杀根本就无效，因为狗仔群真紧就会迁入来保卫。きちんとした対策をして被害を防ぐのは大事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あまり科学に基づかなくって例えば、猿はこれだけの頭数を殺しましょうというのをきちんとした根拠もなしに捕殺するということ自体に対しては効果的では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但是对农民来讲，这狗是危害到因的生计，而且这件代志都是事实。无想要这么残忍，少年一辈开始想要试更较人道的处理方式，伫当夜就训练赶到高顺山，用激素取代扑殺。もう猿がいたらもう匂いでわかるので、匂いと音と声で、そしたらもうモキモキって話せばもうすぐに行く。もうこの山一山行っちゃうすぐ。人間は大変だけど。专家表示讲，人类改变自然环境，狗只是在找适应的方法尔尔。赶到狗设小头区，也是电围栏都会当减少冲突。莫讲只是甲因抬掉，对网络变甲真强的狗仔囝，到农村真正存在的人狗冲突，安怎和野生动物共存，找到生存和保育的平衡点，一直是当代社会的难题。公司新闻林义慈编译。讲到滚仔棒，真侪人拢会想到法国。巴黎今年逐年拢会举办滚仔棒的比赛，为外形到口味严格评审。今年有143件作品参加，最后是一个斯里兰卡的做棒师傅摕到冠军，伊毋但赢到奖金，阁得到法国总统一年的订单。册法国长棒，册落个口口的声音。法国巴黎举办最佳长棒比赛，评审将册落的棒甲片片，佮薄薄的，佮食看卖伊的口感，佮甲切开看卖内底生啥物花蛇。法国长棒是有黄金比例的哦，这长度敢会使伫咧50到50公分之间，若是重量敢会使伫咧250公克甲270公克之间，是非常的讲究。今年的比赛总共收到143分的作品，是讲有29分长度也是重量无下标准，互取消资格。Mais à la base, vous avez toujours que de l'eau, la farine, du sel et de la levure. Voilà, c'est toujours les seuls ingrédients qui sont dans la baguette. Mais après, chacun met son petit tour de main. Vous mettez tous les boulangers côte à côte. Vous avez toutes des baguettes qui sont un petit peu différentes. Après, c'est une alchimie. Chacun sa recette, son procédé. Et vous avez évidemment des baguettes qui sont différentes. 根据统计，全法国有差不多32000间棒店，法国每一档差不多食掉60亿到100亿条的长棒。另外，长棒的制作工艺已经伫咧2022年，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伫咧巴黎南部这间棒店，就是今年最佳长棒比赛的冠军。规间店内底客满来祝福的人客，冠军的长棒就是这位43岁斯里兰卡籍的师傅做的。Ma fille hier m'a dit, papa, il n'y a pas qu'à vous pas entrer à la maison.
J'ai appelé hier après-midi et elle est très contente, elle adore. 伊伫20岁才来到法国，一直到25岁才开始做胖。伊无接受过正规的训练，完全是哪做哪学习。爱伫头一摆报名就调顶，除了赏金，调整的胖店阁会使得到法国总统府1年的订单，这互胖店的员工是欢喜甲特别变过。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即摆要创业真无简单，要去引投资是搁较硬斗。芬兰举办一场真特别的比赛，互想要创业的人来向投资者发表你的想法。毋过毋是单纯徛咧讲尔尔，就爱浸伫咧冰水内底，展现你的决心。头壳底碰细帽啊，穿受水的衫，女性创业家大多行入去，拢是冰的游泳池内底，喘大气喘几啊摆开始演讲。这是芬兰进前为新创业者举行的2026年北极熊演讲比赛。参赛创业家爱行入去，冷叽叽的海水内底，徛伫冰水中向投资者发表无主干部演讲，展现家己对投入新创事业的决心。You do realize that satellites are part of our daily lives. 这场演讲比赛是伫芬兰北部港口城市奥卢举行，参赛新创业者来自各个国家，每一个人想要开创行业拢无共款。像是来自日本的石川俊之，伊所做是广告甲市场调查这自由业。伊来捌伫美国协助监听做过指挥官的杰夫西马，是开发一款运动训练的 App。This is once in my lifetime experience. This is so real. I've been training for it, and we do a training app, and we really believe how important the training is. So I've been going in the ice for the past 4 weeks near my house. 主持人讲，迄天的天气真完美，无亲像前几天气温来到-21度，真适合参赛人伫冰水内底演讲。因为迄天拄好0度的水温，互袂少参赛人讲一定会记的。You definitely forget. You definitely forget a few words, a few sentences here and there, and once in a while you feel like a adrenaline rush. You know, but from your legs, you don't have the sensation. So exactly, you have to have. Firstly, you have to impress investors, and secondly, you not have to die. 最后，伫精彩冰上体验表演了后，主办单位宣布，这场演讲由瑞士的新创公司 Ionic Wind 的参赛者卢比内蒂朴素得到胜利。这间新创企业是一间研究工业机械甲电子散热技术，会使利用电场甲离子产生无声无震动的离子风，为机器降温散烧器适用航空、医疗甲机器人这领域。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祝大家平安顺心。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